哇哇哇！我真係估唔到咁平噃，而家嚟佛山順德2日1夜團真係200零蚊咋，食宿連車費全包，我真係唔知佢條數點計嘅噃，我自己買車票來回都200蚊啦。而且我問過啲團友，全程都冇購物，食宿仲相當之唔錯添。當然，其中一個景點就係嚟到鳳梘水鄉啦。主要呢度係可以俾大家領略一下嶺南嘅水鄉文化，而且仲係唔收門票添。另一個特色就喺度啲手信真係又平又抵，因為競爭劇烈啦，好多時都比出面賣得平。如果有幾日假期，真係有咩好得過參加呢啲短線嘅順德團啦。喺香港出街食飯消費都唔止呢個價錢啦。正所謂食在廣州，廚出鳳城，嚟順德試下呢度啲私房菜，絕對值回票價。